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8白时嘅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然，早晨9点半，客家新新闻都会伫名都方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今边呢，一个新新闻一开始呢，我先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天时之讯哦。今弟兄姊妹有今边早晨比出去上班上课时节嘅天时系咪都无埋问题，都有落定意哦。你看到一个气象项目用站哦，今边呢，受到某一方面还个有西南风带来水气影响，故所呢，今边清楚要系全台湾天时都无埋好，尤其呢系伫北部地区，像系北部客家庄、伫苗栗以北。桃园、新竹、苗栗，还个有太台北地区，也下呢都会见落大雨。啲中部地区就系一个中华同云林要特别注意哦，就系呢也下啲云林的林内，佢累计量已经超过110万毫米。还个有也见见落大雨嘅高雄同屏东地区，近边呢对早晨起时寒气。为见到太热哦，也部分呢系近比前外注意嘅几个所在。不过呢，都会安抚也过后，台湾附近的水气呢就会渐来渐细。前主要呢就会讲方面呢会悄悄的离开台湾本岛天淡国。故说呢对安抚也8点过后，一个落雨嘅情形就会悄悄的缓下来嘅。咁以上呢就天时之讯同大家来做分享。好，下来呢就继续来关心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了。喺啲筹备嘅時間呢，啲重要旅行疫情指揮中上面記者會嘅現場，嘅緊急鋪中沈永金沒有去到現場，佢同大家呢來宣布一個消息咯。佢講呢，一個最尾就係講台灣啊對疫情發生到今，就正一個最尾國家區，都係6年嘅過後就會開始解封嘅，呢個國家區會開始來打國際比。前主任呢就係講，現陣呀呢所有嘅最尾都算係真皮不止，都係國家老幾做起拿起整用嘅。也呢正停定國內需求有卡些嘅，故所呢，也政府就宣布講，對6年嘅起始，也都就唔是整用按度嘅這樣嘅，給相關嘅廠商做得起價呢來做內外銷，希望呢留台灣製造嘅這樣嘅，按用後面上大多國際風氣，給啲錯別呢，給省用錢啲記者會現場有更多按度碼計，嚟看一下人嘅新聞報道。過年連續6年讓確診提45年冇武漢肺炎嘅本土病例，全台確診人數維持到442人，其中有73人死亡，還有53人帶染治療。流動俄羅斯挑戰批准台灣嘅96殺國人，疫情指揮中心講，定期檢驗發現有93人有檢條，唔過體質擺採檢係陰性，未為進一步安排採檢，一下全部都送到集中檢疫所。那有2名有腹瀉的情況，那1名有呼吸道的症狀，加上嗅覺的異常，6人有呼吸道的症狀，那但是都沒有發燒。另外，大家關心邊境幾時會開放，指揮官陳時中講，台灣邊境天初會過開放，唔過會開風險，南擺未會有冷生嘅境外勢力解案，都冇安全韓國有效疫苗留咗之前民眾天初會留風險線法變做自家嘅習慣。那就是要把戴口罩這些相關的行為就內化，把防疫新生活內化，好做我們的生活一部分。就是萬一有漏網之魚的時候，那因為我們個人的防線做得好，它不會對台灣形成災害。一下國內疫情下跌嘅經濟普美宣布到6年初日起時，國內治療這麼貴做單日天日佔用800萬隻，其他3年開放內外銷，這麼價錢轉到市場機制，那年本用健保卡買嘅14日9隻，市面值機制冇變，大家這麼嘅價錢很輕微潤。穩價穩量是維持的，所以還是有。如果不放心的話，你就回歸到實名制這邊來，還是有5塊錢。政府啲報青島這麼重上供應不了起價咧，青島民眾少持續買賣，這麼會起太價，對啲經濟普供，民眾做得起價起現切，未做得轉到實名制來買，這麼近年該出消息傳出來，青島業者未接到苗日通路上來門，甚至容易做單位嘅太單出現。記者嚟數名先行龍台北報道。也包括呢，台灣疫情有較緩呢，嘅所有民眾都同歡喜，嘅其他真歡喜嘅，應該就係一個最美創傷哦。認真清楚呢，家到對開始差唔多過年過後呢，嘅所有嘅最美都係本政府拿去整用哦。也呢，家到做自家呢來做另外社會，可能呢對家到呢一個業績來講有動態嘅影響哦。雖然講呢，一下最美呢做啲來解封嘅，唔講呢，一下政府還係會因為差唔多整用800萬隻按用嘅最美，最講呢，希望呢還係維持國內上係實名制按用嘅民眾需求。唔過呢，假使講一下其實國內嘅清楚有最美嘅
囤貨量差唔多呢，國家係呢準備嘅差唔多有2億兆邊呢，假使呢一個2億兆大高嘅。冇到1億兆時間，嘅政府呢就會來加強，因呢青島未來整用1200萬兆按用這一枚，希望呢來維持國內按用嘅物資嘅按用嘅能量。而家你睇下新關心就講，假使呢一個這一枚做嚟起價來買過後，嘅假使會有乜嘅變化咯？嘅新用錢籌備啲記者會當中就要同大家講嘅，現在呢一下雖然講總送做嚟來買嘢，唔過市場資一部分政府還係會繼續做定下去哦。故所呢現成講市場資最尾係1兆買5億元邊呢，假使呢總送係1兆買超過5億元，可能呢就冇乜人想去買嘢。故所呢新用錢就認為講，下來呢一條相關呢最尾應該1兆唔會買超過5億元。其實呢對於所有嘅台灣民眾來講，還係同好嘅，同好安尼處事。那我呢其實也睇下總送呢新關心就講，也下外銷一部分，認真講先前台灣一個支出嘅最尾，千主要呢都會來做一個最尾外交，以提供本世界上有需要嘅相關國家哦。故所呢也下。同多世界上同多國家都對台灣支出嘅最尾，其實呢都動有信心，畢竟呢有同多人開始來支援哦。主要工廠嘅台廠也就表示講，畢竟接到嘅貴議員嘅訂單，希望呢下來呢會同一條西廠強下呢來做供應鏈，為打出台灣支出嘅好名聲，亦係有關最尾嘅清醒措施。後面下來呢，我這個繼續同大家關帶來呢係大家呢親關心嘅就講紓困同政顯也部分呢，你看到一個蘋果日報記帶來一報道，這蘋果日報記就同大家講嘅，認真講嘅一個指揮中心就宣布嘅，對6月初起其實呢，同道從係語文發通，韓國有產業也部分開始外來解封嘅，嘅政府嘅政顯嘅局部未開始為停通起來嘅，故所呢也建議其實已經有宣布嘅，講一個政顯抵用券會用是1000元，消費1000元就換嚟到3000元，按用嘅方式呢來進行咯。故所呢一下呢，關於有同多嘅業者未開始來配合，我來提出相關嘅配套措施。從喺呢看到呢，從喺啲高鐵交通部鴉片。交通部呢，佢係聽出嚟，講假使呢啲關於自由行特件檢房13年會補出1000元，係講呢仲係有遊樂園啊，睇計要做的唔是去了100，那我呢仲係台灣嘅觀光巴士，假使2-3年仲下去13年就唔是錢，有按呢有費措施。然後呢，仲係一個台中運輸公司鴉片，仲係高鐵就提出嘅高鐵假期買1會送1000元按用嘅抵用券相關嘅措施，仲係飯店啊，係講要送一個年票就嚟達到6折按大哦。然後呢，仲係2-3尾要提出嚟，仲係落法安全理由嘅概念，希望呢一下呢要動到嘅防疫控制較好嘅，故所呢大家盡量出去留了嘅營業是為4包99元。大家按用呢就做得起了誒。按到位嘅郵費措施呢，前主要呢就講認真講前年嘅時節，其實喺城市中就同大家來講到誒，對下正月初七，咪就係6月初七起始，假使呢台灣係繼續維持冇本土新增加嘅確診個案，係全市感染嘅時節，佢就會來擴大解封嘅相關嘅防疫規範咯。將啲產業係個有限啊，語文發通也條都唔會一個限制人數誒。然後呢，韓國有從一條交通部嘅天議集團呢個安心理由，其主要呢會喺7月初1就開始會來催通嘅。其實下來呢，還會有乜嘅嘅詳細做法，佢會停定同大家來做公布。也雖然講政府解封嘅，唔講呢要動動業者，還係董事講，最講現在一下民眾還係做唔得出國，現在有世界上有動到國家，也就以前還係東洋衝。故所呢就講講一下外國人客假使無來，又見啲出價一部分。還係可能會對台灣嘅觀光一部分會造成動態影響。唔過呢就有學者表示講，其實因台灣人還係同好出去留了，假使呢啲一部分冇辦法出去留了，就做定呢留一啲消費嘅力量，轉移到因呢國內旅遊一部分。佢講呢因台灣呢嘅出去留了嘅差唔多經濟產出，一整年差唔多
都有666亿元按度，假使呢劳役嘅其中一部分使到闺女理由嘅话，仍然嚟讲，啲出价也2年，应该呢就会同因闺女嘅管工产业带来超过1120亿元按度嘅管工产值，也下所有业者都同期睇。我唔講呢，一個政顯利用建也行政研究講嘅，就係講消費1000元做嚟換3000元，就有民眾批評講，佢假使冇能力從係大數依附，冇辦法來消費嘅話，為用嘅來量到一個政顯利用建咯。佢政府嗱咩同大家來講，佢假使能係大數依附，就唔是少，認真所有嘅大數依附嘅相關嘅政顯利用建，佢3000元為直接發本5條，佢假使呢嘅民眾為起量。佢從資本一部分，從去到其他小廠，韓國有要求一部分就做得起量哦。佢針對一條大眾依附嘅政顯利用建嘅方式，佢從佢行政院嘅片就有講到，佢形成講也政府對所有嘅大眾依附都有列冊，都有其他條名冊。故從你也初步計劃，所有嘅大眾依附都做呢直接量到3000元按用嘅政顯利用建哦。韓國呢沒有其他民眾呢沒同學問講，佢假使人嘅先前有2個政府嘅相關嘅紓困措施，按用韓做的來量嘅政顯利用建模。佢也政府沒同大家講嘅，從先前啊有從機場查漁民啊農民朋友，韓國有所有2個一條政顯措施嘅民眾都唔是少，認真講，一條都唔會本人排除出。韓係做得來量3000元嘅政顯利用建，希望你睇下呢，韓係假使有能力就多多來消費，同規女業者來聽數，你希望呢來帶動規女所有經濟發通，做得更加再個重新啟動，再個重新嘅啟動起來哦。好也有關政顯利用建嘅部分，因啥來呢？為這個同大家來講多講，一下呢相關嘅政府就決定為來解放嘅，唔講呢從係認真講6年代就係5年節連休假期嘅，一部分呢高鐵韓係安全講，一部分韓係唔會亂賣自由車，就係邊度會考慮到防疫咯。一下呢就講其實呢針對一個指揮官陳時中，韓國有交通部長林佳龍，一下呢對人嚟講，佢自由車韓係做得來賣嘅，唔過清楚要韓係為控制人數，為做好重量管制。唔過其實對人嚟講，自由車啲5年節連休假期時節，認真呢會有動動人會上南下北，可能呢動動人去坐一條台中運輸公司時節，韓係東南做到重量管制也部分。嗰種呢其實一下呢就決定呢，就係講啲5年節連休假期時節，唔會來賣自由車。佢5年節連休假期聯票呢，佢高鐵係對建築其實就開始來賣哦。佢民眾呢假使將係轉播卡時節，也呢就做得開始來聽呢。唔過呢要注意就係冇賣自由車。其中有呢就係講有高鐵嘅人員啊，就同政府反映講，佢哋自由車其實呢係真見都難做到重量管制嘅。唔過呢從係講。清楚有呢就係講，從一個自由車啊，民眾做嚟啲早晨嘅時節去買，唔過呢啲下晝嘅時節爭起車，佢假使呢要動到人按用嘅高鐵嘅片就冇辦法來控制講，內容是從人較多，內容是從人較少，就東南保持講一個差距都好，唔好一下減太多人，佢一條交通尖峰時期，可能呢限係會造成一條防疫上嘅疑慮哦。故所呢一下呢高鐵就決定呢為啲5年節連休假期唔會來賣自由車，一部分呢咪提醒民眾特別注意。好嘅，以上呢就按件俾同大家來整理相關呢以前嘅相關消息咯。佢啲下晝嘅時節還係有一類消息會同大家來做分享。最講呢，現在一下各縣市政府都希望呢一條疫情基金卡翻呢，希望呢一條觀光啊、旅遊啊、餐飲啊，做得更加重新發展、重新啟動起來。嗰種呢都係下晝4點24分嘅時節，人哋指揮官實質中佢會去到新做嘅片，一開始呢佢會去到新做嘅北區嘅起用所來慰問安心區嘅一條防疫人員，嗰位呢佢就會停低去到上峰廟附近呢來食嘅片同有名嘅一個鴨肉飯。講嘅是條鴨肉飯過後呢，佢係會去到新做嘅通武園，希望呢同大家講，一下呢其實呢啲國內一部分其實都老了，上係同安全呢。大家呢做嚟風險呢去陳塘都紅市東西，呢做嚟呢風險就係從通武去到從通武園安用蔬菜老了，也係指揮中心為健同大家來輔以來做提倡嘅防疫新生活運動概念。
好嘅，以上呢最因健比嘅客家新新闻，得到下晝2點時間。想同志朋友繼續來收聽，同大家帶來指揮中心記者會新鮮嘅疫情消息。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資訊。我係陳彥祖，我係希里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情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